经过110年的这个08、09豪雨就发现到这个社区还是有一些积淹水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争取了水利署的应急的一个改善经费总共我们有3040万元，那中央补助了1380万元，我们市府这边呢也自筹了1660万元来新建了一个4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社区呢，过去因为这个地势低洼会有积淹水问题的发生，我想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抽水站体完成之后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改善工程呢这个淹水的问题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提升。较早若是落雨啊，风台来的时阵，大家拢会烦恼，拢爱出来，下暗拢会困袂去啊，拢爱出来顾甲有当时顾甲足暗，才会当去休困。资源里的里长就是有去申请补助，佮含市政府公所才配合，有改善咱地方的饮水的情形。足感谢里长佮公所，佮市政府的斗相共。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北门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带，强降雨来临时因排水不及而容易淹水。为了改善北门地区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陆续完成新围、三寮湾等抽水设备更新，以及加强部落排水沿线防护。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经费，完善三寮湾聚落排水治理工程，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而且北门的所在，咱看讲，这个过去就是三池社区讲伫08、23的时候淹50公分，110年就是2年前8月的时阵，过一遍大雨，但是有一点就淹水的这个范围有缩小，但是嘛是淹水，所以咱阁希望阁加强这个加大治水的力道，所以把这个抽排抽水抽水机的部分，有1CMS， 就是1秒钟可以抽1公吨的水抽掉。现在加大为5CMS， 1秒钟可以抽5公吨的水，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操作，那个排水的水位马上就降下来。用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加强这个部落这个防护，第三个加强这个水利的这个排水路的这个修护养护，第四个加强排水机组的替旧更新，有些旧的机组已经不好用了已经效率不好了，把它更新为新的机组。伫水路改善主体部落防护的这个部分要做好。第三，机组的改善这部分来加强，咱嘛是一步一步来改善希望讲伫这沿海较低洼的所在，较容易发生水灾的所在会当这个减少这个水灾的发生。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立安南病院陆续引进上先进的专业设备，为2022年设置亚洲新一代复合式手术室，同时提升全方位脑甲量骨的导航系统，而且伫今年初又搁引进一台脑部手术导航机器人，开创脑外科手术新的发展。南台湾第一间医疗建设 BOT 案的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今年成立满10周年。为了提升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伫2022年设置了亚洲新一代的复合式手术室，同时提升全方位的脑加脊椎的导引系统。今年初再度引进脑部手术的导航机器人，为南部脑外科的精准，搁再向前一步。我们外科医师其实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术成功，病人并没有得到改善，这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挫折。甚至呢，每一个人神经外科医师开完刀以后不敢回家，因为要等病人醒来以后，看他有没有手脚不会动，才可以安心的回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从手术前的这个电脑的处理，那到手术中的定位，大家知道说，我们做电脑断层的时候是躺着做的。但是有些开刀是要趴着，那这影像呢？我们讲精准医疗变成不精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软组织会改变的形状，
所以如果可以在手术中再做矫正，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精准医疗的这个代表。那最后呢，开完刀以后，不管是取开刀或是取手术的血块，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里面还有没有残留多少。哦，利用这个在 HiBuR 设备，利用这个导航系统呢，相对也看到我们的结果是如何。安南病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庄浩宇表示，手术导航机器人是协助医师，不是取代人。透过视觉的辨认辅助导航的系统，让脑部的病灶定位更加精准。不管是脑部血块的错失，或者是肿瘤的穿刺，拢会用的安心交予机械手臂来执行。我们现在呢，主要呢入门就是可以运用机器手臂在抽取脑部的血块，那可以用来去做穿刺脑部里面的肿瘤。那在视觉导航的定位之下呢，它可以达到最精准、最没有误差，也对病人最安全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成果。那我想机器手臂呢，绝对是用来辅助外科医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器。那安南医院除了我们的脑部的导航的机器手臂之外呢，我们在下个月也会启用那个达文西。达文西也是一样就是辅助人的手的不足，然后用人的脑再加上机器的手来做对病人医疗品质最好的事情。医师表示，有了这套手术导航机器人，加上精准的导航定位，对系统的注册到定位开始，前后设定不免10分钟，而且器械伫脑部刷的速度嘛，用设定伫1秒0.5公里，定位的误差伫0.3公里以下。未来还会用应用伫癫痫手术、电子的抵抗，甲帕金森氏症的电极置放的手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庆祝儿童节，伫主祭高中举办模范儿童表扬大会，市长黄伟哲颁奖表扬214间学校，总共342位模范儿童。除了肯定因的表现以外，嘛勉励模范儿童爱持续发挥楷模影响力。台南市112年度模范儿童表扬大会伫主席高中活动中心举行，由年级国小精彩的舞蹈表演为活动亮开序幕。我们要洗手，保护好眼睛、鼻和口，大家常宁愿没朋友，我们不要corona。今年总共表扬214间学校，342名模范儿童。由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肯定各种学生的表现。各位都是很精英中的精英，那也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家长辛苦的培育，感谢各位校长这个能够让优秀的同学脱颖而出。市长表示，爱为学校选出模范儿童，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每一位学生得奖拢是实至名归，尤其是特高班的学生。开心。虽然学习上有一些困难，可是他很愿意去面对这些的一些问题，去积极的克服，所以他这次获得这次的模范儿童的一个表扬。荣金是罹患罕病脊髓肌肉萎缩症的小朋友，这个疾病会让他就是渐进没有力气，所以他在学习上会比别的同学辛苦。市府也非常的大心，送予每一位模范儿童一份纪念品，作为新各种阶段教育的温馨祝福。期盼所有的模范儿童会当伫同学当中有良好的表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创校100年安南区土城国小将伫4月2號舉辦建校100年慶祝活動，除了電視老相片，佮規劃土城在地嘉年華、社區里面大隊接力佮感恩餐會。學校也邀請土城國小畢業的校友，返來後頭厝參加學校100年盛事。安南區的土城國小慶祝建校100週，將伫4月2號舉辦校慶活動。校方熱情邀請土城國小畢業校友，同工會當做伙返來到母校參與這次100年盛事。土城國小建校100年，歡迎你回來。土城國小100年校慶活動，我們即將在4月2號開始。我們當天呢會有傑出校友的表揚，然後我們還有市集活動，還有社區的1200公尺大隊接力，以及我們3代同堂的合影。
中午呢，更欢迎校友回娘家，我们做一个感恩餐会。我们期待所有的校友们都可以回来土城坐坐聚聚，回忆儿时的时光。真侪贵宾也拢出席宣传记者会，其中高龄92岁土城国小公校后第一届校友郑丽，除了校长支持，经现场捐出10万块赞助校庆活动。感觉真欢喜，会当诶，这好好建设再有改变，甲过去的是尔，那像继续美观的就对了。第一届的郑丽先生也捐助了10万块，让整个活动能够圆满。那希望所有的乡亲和土城毕业的所有的学生呢，能够在4月2号回娘家，共同庆祝土城国小满100年。咱4月2号是土城国小100年校庆，为了咱的100年校庆，恩委托市长姚专工来到学校帮忙宣传。那咱土城国小非常的用心，结合着咱土城六里门圣母庙，即个来大力来推广，来庆祝咱土城国小的校庆活动。那有祖孙3代回娘家的活动，那当天呢，咱会有这个板凳来欢迎咱所有的校友，有咱所有土城的砖头，会当讲趣味竞赛，互咱各地呢拢做伙动起来。迎接100年校庆，土城国小师生专体总动员。为活动前1个月开始，每天拢伫咧发布校庆倒数宣传影片。4月2号当天，也将安排3代以及4代共同校友，转来到母校参与一系列庆祝活动。校方也欢迎各界做伙来庆祝土城国小100岁生日快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个早期，安平渔港的停船码头拢是用竹篙挂篷布来抓日头，使伫码头的景观看起来真乱。台南市渔港甲近海管理所，就甲供电业者以及安平渔华协进会合作，建立太阳能供电系统，成为全台第一座会当抓日兼发电的太阳供电码头。过去安平渔港栈桥码头是以篷布来抓日头，但现在却是用太阳光电系统。如此不但会互抓日头面积变大，而且整体的景观也变得更加整齐。这款大改变是市府渔港以及近海管理所甲供电业者合作建立的，市府是无开着半仙钱。过去呢，我们这个栈桥码头呢，它整个设施已经老旧非常的脏乱那也显示说我们这个渔港这一个过去了一个景观比较不雅那今天我们特别结合我们这个东整科技有限公司来做一个整顿那整个过程我们都跟我们在地的这些渔民，还有我们安平渔华协会。那尤其是我们黄理事长的一个协助那经过多次的协商跟我们渔民这边交换意见之后，形成共识之后我们就把它搭建这个配合我们太阳光电的设施那今天这个创举在这个码头上搭建这样的一个设施是我们全台第一座了安平渔港邻近真侪著名景点，伫整顿进前。码头拢是以竹篙加布篷，是相当凌乱，而且查理的功能嘛有限，所以这届透过公司合作建立太阳光电系统，真正是创造出三赢。有好啦，较嘛是好啊，较袂落雨，较袂压着啊。佮再抓日啦，我若海转来较袂遐热。这个设施可以提供我们渔民一个安全而且可以遮阳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空间那整个这样的一个改善是全国第一了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景观在我们全国有名的我们安平这个古迹非常多。那像我们林默两公园那周边也有安平古堡、义在金城这样的景点做一个结合希望提供。我们渔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停泊的空间以外也提供我们游客到这里来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景观。渔港所表示，栈桥码头建立太阳光电系统，除了会当互渔船有了舒适的早日头环境，而且发电阁会当卖互台电，每一档阁有一定比例回馈金，会当用来改善环境以及回馈渔港。
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是观光的热区，车位真歹找。都有停车业者看准这款的需求，伫中山路甲北门路的中央找到一块地，设置超过200个机车停车位，试营运到3月底期间免费停车。来到台南市中西区的中山路这条路顶有2间百货公司，佮加上是王火车站的道路之一，周边的停车位非常的歹找，尤其是机车。这边好不好停车？蛮不好停的蛮不好停车的哈。好不好停？你是说路边吗？对啊，路边啊。不好停啊，不好找啊，尤其假日更难停。假日不好停车。对啊。停车无方便，找一个停车场又搁惊收费收悬，因此有业者特别伫遮找一块地，甲百货公司合作，产出超过200个停车位。那这个停车场它稍微比较隐秘一些，但它主要有2个入口。那第一个入口可能是从中山路，我们在星光三月跟 Focus 百货的巷子里面进来，大概绕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入口。另外，它从北门路有一个敦煌书局旁边的巷子，从这个巷子直接进来的话，大概也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停车场。相对这个对这边的消费者、通勤者跟那个一般民众，算是一个蛮方便的停车场。业者进一步表示，目前停车场到3月底拢伫咧试营运阶段，伫这段期间完全免费，了后的收费无超过30块，非常的亲民。伫如此一位难求的市中心，这座机车停车场的落成，绝对是民众的一大福音。台南新闻杨硕怀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规划台南灯会节，今年将伫4月9号登场。因为去年第一届举办灯会小旅行，第一天报名就秒杀，所以今年的体次甲优点拢加倍，欢迎民众前往体验客家风情。一般拢认为中北部才有游灯会，毋过伫台南、南西梅岭陆续有灯会盛开。预估会期将到4月30号，嘛，互台南成为全台上早纬度上南边的5月西。台南市客委会为了互民众毋免远头路，得当体验白色浪漫，今年除了持续举办灯会节，预估4月9号正式登场。宣传记者会中，副市长叶泽山嘛邀请大家做回来南西商会参加灯会小旅行。过去因为这个植物的生长环境会比较冷一点，所以都在我们的中北部的山区比较多哦。那南溪相对的气候是比较适合的，所以在南溪这边，有油桐树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对于客家文化，其实过去有2个意象，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烟草，一个就是什么？桐花哦。那在南溪这个地方，还有一片桐花，可以让大家去赏桐花，去了解我们的客家文化。台南去年灯会节首次举办的小旅行，因为报名秒杀，所以今年市府除了提出加倍加游艇的规划，嘛加入东山加边路线。今年我们在办这个桐花小旅行哈，特别市长有交代要多哈，比去年多了1倍。那多了1倍，那个路线呢也不一样哦。去年只有在南溪桐花的步道以及江家古厝，今年多了在东山东园这个地方，因为东山地区有部分也是客家人移垦开垦的区域，那现在也有不少客家人居住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台南的客家历史文化。不管南西，其他是东山，拢有侪客家乡亲的部落，甲因的族群辛苦经营美爱成果，欢迎踊跃来参访。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2月6号，土耳其发生大地动到呾，新闻的热度已经消退。不过，台湾人的爱心并无中断。由台南市总工会甲所属的职业工会所发动的捐款，就汇集62万，由社会局协助将捐款转到卫生福利部的账户。
台南市总工会甲所属的32个职业工会以及第新的劳工，一一接受市长吴伟霆颁发感谢状，因为拢是为了土耳其大地震，希望奉献一份心力来协助灾民甲重建，包括经济并无富裕的劳工，拢踊跃捐款，统计起来募集622000块。对此，市长嘛表达感佩。国际战工会实际讲。一针一竿吼，拢谈的不容易。我们有这个爱心，小弟代表总工会甲恁感谢，代表吼咱大家咱台湾人做这个爱心，甲这个土耳其死了要到6万人，这是讲真正真可怜，伊嘛是作为基战工会遮因会来去大地震来牺牲性命去，咱做一点爱心，互伊。好了，这些温暖。当镁光灯的焦点从他们身上移开了之后，他们才是更需要帮忙的。那但是谢谢总工会，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看见这个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发扬这个精神来帮忙能够踊跃捐书。那我们都要知道做工的人其实大家都不是非常富裕的，但是能够发挥。这个爱心特别的让人感佩。台南市总工会汇集101个单位甲个人发挥爱心，无分国界，嘛互国际再次看见台湾人展现上水的善心。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现代人注重健康甲食品的安全，这些物件除了讲究天然，也爱对人体无负担。就有一位查某囡仔用心制作无添加化学成分的手工果酱，互伊心爱的宠物狗仔买当做伙来食，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从开瓦斯都不会的厨房新手，到研究果酱长达12年的职人，凌晨会开始卖起果酱，是跟一只出车祸的浪浪有关。一开始就是只想说要开饼店，从酱料开始研究，那就是自己。煮果酱开始，因为我不想要用那些就是人工色素的那些酱料。可是后来就是捡到那一只浪浪，就是我之前公司外面的一只浪浪，那它被车撞了，去看医生，发现它是脚骨折，那需要手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煮果酱来卖果酱试试看，来筹它的医药费，因为我实在也不好意思，就是直接跟人家募那些医药费一款项这样子。因为不想使用化学及人工添加物，凌晨就必须花更长的时间去熬煮出果酱里的重要组成关键果胶。果酱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果胶，它是很重要的。那你要看这个水果它的果胶是不是丰富的。那如果说这个水果的果胶不足，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来补足它？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用比较不天然的方式，就是可能加一些吉利丁吉利粉去让它快速的凝结，那这样子煮也比较快速。那比较搞刚一点的，就是你可能去煮那个苹果果胶，我是选择用果泥的方式去煮，我就全部都用水果也是开始煮果酱之后，也觉得说，它其实还挺好玩的。有许多爱狗的朋友想要让宠物也能享用美味，所以他们询问凌晨有没有狗狗能吃的果酱，这也成为他开发一款特殊果酱的原因。除了要降低甜度，对狗狗比较没有负担以外，里面的成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因为我有很多狗朋友，就是养狗狗的朋友，那他们都会想说，那你的果酱狗狗可不可以吃我就说不行因为那都是糖做的就是果酱必须就是靠糖在保存的。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弄一个狗狗可以吃的？所以就是先从狗可以吃的食物下去做挑选。蓝莓就是一个对狗狗还蛮好的食物，一个水果。还有我们刚刚有加苹果嘛，苹果对狗狗来说也是 OK 的。糖这个方面是有很多考虑啦，因为毕竟你不可能不加糖，那我也不可能去加那些那种什么让它粘稠的东西，那些化学的东西，对。所以后来我是看到狗狗的饼干，手工饼干有那个蜂蜜口味，对，那可以用蜂蜜来试试看。那我就是只有加比较少量的蜂蜜，
跟那个果酱比起来，它的量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保存期限也没有那么长。因为降低甜度，所以保存期限不长。但好吃的果酱不只可以搭配司康增添风味，还能加入气泡水成为水果气泡饮，或是做成果酱刨冰。限定版果酱还能跟毛小孩一起享用，一罐果酱很快就能吃完，就不用担心会放到过期了。记者肖怡轩、蔡怡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